AI 時代要真儕 AI 語言模型，不過佇咧處理台灣的語言環境的時陣，要辨識語音的時陣，這準確率和處理的速度攏無介理想。民間呢，就這電信業者和科技公司鬥陣研發，在今仔日發表全新的 AI 語言辨識模型 MyVoca， 挺好支援台灣複雜的語言環境，準確率有到97%，會當聽這台語、華語抑個英語，這語言透藍做伙語境。粗吼，你用迄粗胚刷紙甲大大，佮用迄幼胚刷紙甲佮安怎佮時啊計。現場示範佇工廠的專業對話，台語內底有真濟外來詞，其實台灣的語言環境真複雜。除了華語，咱講的嘛定摻台語和英語等等。但是以目前世界有名的 OpenAI Whisper 模型，卻真學正確呈現意思，並間有電信業者甲科技公司投入研發，在12發表全新的 AI 語音辨識模型 MyVoca， 通支援台灣的語言環境。請問你叫的啥物時陣入去大甲退房的？就是後禮拜3到後禮拜5啦。業者表示，這個台灣開發的語音辨識模型，訓練的語料攏是投入資金去找各行各業去錄音整理的，但已經用佇會議記錄、客戶服務、甲醫療長照等等。合作開發的科技公司指出，精準度已經有到17%，按那轉譯的速度嘛比 Whisper 緊6倍。你講木材工廠的、鐵工廠的，你若無挑過去找人來錄，迄是無可能的。啊，阮就是安尼做，阮就是愛甲這種文字透過阮的技術去甲伊，其實是愛甲伊產生出來。我們在60線的表現，我們一次可以，它的延遲率只到了1.083秒，意思你剛講完話，其實文字就出來了，它是一個非常及時的一個表現。今嘛是世界各國攏咧比算力甲 AI 競爭的時代，業者希望這個新的模型在未來通協助台灣的企業提升競爭力。所以部嘛表示願意提供免費的算力，讓各行各業通繼續做新的技術開發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